其實想揾一隻又平又靚嘅手鐲，真係好簡單。呢度係2代人嘅圓頭翡翠手鐲工廠。我活咗大半世嘅地方，我有自己嘅工廠，有自己嘅供應鏈，有自己嘅公司。平時我都會去市場揾貨。我講呢啲呢，唔係話我有幾犀利，係而家呢個行業已經太過魚龍混雜啦，唔少嘅手鐲呢，莫名其妙咁炒到咗天價，甚至成本幾千蚊嘅手鐲可以賣你哋幾萬蚊，呢個我真係理解唔到。我做呢行都30幾年啦，一直都係堅持成本價多10個點人工就可以賣啦，無論一條又好，批發出去都好，30幾年都冇變過。自從我個仔教識我互聯網之後，我可以通過短視頻去同你哋認識，同你哋建立交流，等更多嘅姊妹可以揾到心儀嘅手鐲，我都不知幾開心。今日我喺毛坯市場揾咗一批貨，等你哋零距離咁睇下工廠每日嘅加工日常，已經做好一部分啦，我哋一齊嚟睇下啦。來日縱使千千闕歌，飄於遠方我路上。來日縱使千千晚星，有冇睇啱㗎？如果睇啱嘅姊妹，記得留個圈口喎。